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有风声讲，行政院长苏贞昌要辞职，由陈建仁来接，郑文灿接副院长。总统府表示，等立法院会期结束再来讨论。内政部1月初9有发予台北市大巨蛋烽火避难审查认可函，主办案是希望拼4月完工年底会当试营运。有23岁被当落算点钟完工半点钟内，搬物件出入冷冻库，落尾是脑出血死亡。法院判被当落爱赔人472万。外界有真侪人呼吁这内阁爱改组，即马有风声讲，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会辞职，而且是由前副总统陈建仁，也有这个来接行政院长，而且是由这桃园市长郑文灿来接副院长。大部分的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款的组合会当开创新局。总统府伫下晡4点左右也表示，等立法院的会期结束了后，再来进行讨论。民进党9合1选举大败，内阁改组声音一直继续。媒体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伊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时的提出时程，确定人选一定锁定前副总统陈建仁，结果由前通市长郑文灿做副阁揆。民进党立委大部分表示赞成，认为使开创新局。如果未来是陈建仁前副总统和我们的郑文灿前市长，那可以说是信赖加圆融的组合。我想他责无旁贷，他的下台是一个展现政治负责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精神。那个问题当然是那是总统嘛啊，我相信应该是问会调整嘛啊。民进党团干事长罗致政认为，这阵的猜测无必要，也不过国民党团已经清调开记者会，质疑陈建仁进前护航高端，加入民进党了后表现真糟精。民进党立委罗香玲也烦恼，陈建仁行政助理不足，会向郑文灿不要将他授权。公布之后，我们希望全民一起来检视他的荒腔走板的相关做法。我们党团绝对强力执行。但是在就行政的历练以及作为这个国家大政的内政内阁的这个大家长，我是认为不太适合。对此，总统府以4点的回应来表示，苏总统对着苏贞昌带领行政的团队表达肯定加感谢。现阶段上届优先的工作是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会使顺利来审查通过。下阶段内阁调整会伫立法院会期结束了讨论，有定案会向各界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关联会主委谢晓诗去年10月向白宫涉嫌性骚扰10部员工，行政院调查了后，今仔日认定谢晓诗涉案重大。这院长苏贞昌认为伊的言行无妥当，影响到公部门的名声，对今仔开始改编督这部移送监察院调查。谢晓诗知影这个结果了后呢，今仔早起已经辞掉主委啊。关联会主委谢晓生去年10月被逼出涉嫌性别骚扰甲欺负女部下，催名女性立委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谢晓生请假暂停职务接受调查。行政院组成专案小组，约询15位关联会职员甲谢晓生了后，第11认定谢晓生涉案情节重大。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伊的不当言行影响公部门的名声，直起免职，以上监面调查。谢晓生知影调查结果了后，在伊早起就提出辞呈。院里面有先跟他稍微口头的讲了一下，他为了不让院里面的长官跟执政团队造成困扰，所以说他就口头表示请辞，然后今天早上已经把辞呈送过去了。专案小组调查谢晓生3年秘书也是机要时，也有部属工作配置甲请假时会因为性别有差别的态误，而且对待部分的女部下会过度来接近，用身体接触，甚至评论女部下身材化妆，违法的事实明确。觉得的确在这个政绩上，尤其是作为一个部分的这个主管，应该要更小心。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他的个人行为，其实是整体对性平观念都非常的薄弱。到我们大家联名要求他只接受调查，他才辞啦。现在裁决的结果出来，现在我觉得是很必要迅速的完成。谢晓生的案件爆发了后，监委叶大华、王美菊已经申请主动来调查，对在伊是不是利用权势性别骚扰女部下，也是欺负部下。这个案子我们在10月5号就已经进行立案调查了，那也知道行政院调查中嘛，那现在出来我们会来一并做参考。关联会是表示，未来强化性别骚扰的防治意识，同步检讨关联会性骚扰的申诉调查处理要点，并且把性别平等教育训练列作重点，以案例方式提升拒绝性骚扰意识。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至今来增加25245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46例，其中上届少年的个案是一个3个月大的查甫婴仔。还因为最近国内疫情有在加悬，就医生伫网络顶头表示，最近隔离病床有较严，就一个本土个案因为严重肺炎，就要插管治疗，无隔离病床只好转去北京病院。针对这部分，指挥中心表示，全台湾病床数量分配无平均，才有这款情形出现，也会讨论讲，敢有需要增加专职病床数量。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11拜三是增加25245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31例，死亡46例。其中较少年的死亡个案是3个月大的查甫翁婴仔，伊无慢性病史嘛无注过疫苗。12月30伫咧厝内昏去，送病院去急救，同款是死亡。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医师发文警告，即嘛是欠隔离的名床。真正本土确诊的病人是发生严重的大鼻气插管嘛，艰难当转移。医疗的量能呢开始越来越紧绷了，因为最近确诊的人变多了，重症的个案也变多了，所以各医院呢渐渐有一些隔离病房不够用的情形，甚至的负压的隔离病房也不够用。整个台北区这2天其实数字有略降，只是它全国分布不均嘛。国内确诊数一直落袂落来，专家提醒，过年期间有亲戚朋友对国外登来台湾，若照新加坡的模式来算，国内第3波大流行的高峰应该是伫咧初2还是初3，尤其毋捌确诊过的民众，就是高危险群。第3波的疫情的上来，事实上来讲很清楚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在前1-2波，事实上没有被感染过的，还是占比较多数。因为今年的过年连假是有10天这长，大多数基层的诊所和药局都休困，为了避免民众拢客伫病院的急诊，专家嘛建议中央应该较紧公布过年期间基层诊所当时有开的信息，方便民众线顶看病和摕药啊。民众伫厝内上好嘛准备快筛剂和退烧药啊，有需要就会当用。记者综合报道。外界伫咧关心的这个台北大巨蛋总算有新进度咯。内政部伫1月初9有发防火避难审查认可函。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希望会当伫咧4月完工，而且摕到使用执照，并今年年底要来试营运。蒋万安也按算伫咧1月16日时阵要去视察大巨蛋，了解目前的状况。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出上任1年来大巨蛋要完工。内政部嘛伫1月初9发出大巨蛋防火避难性能审查许可的公文。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希望会当并年底试营运。接下来我们会要求远雄来按图施工，然后预计也希望4月份就可以完工。那7月份顺利的话，也希望能够申请使用执照，年底就能够试营运。这一个也许头一次的试营运，我们采1万人，让最起码让它是一个适应。针对大巨蛋导省疏散作业，李书川表示，虽然大巨蛋整体会当容600-5万人，不过运动场馆试营运，会照人流的量甲需求阶段性开放。回头看大巨蛋6年来的过程，从台北市长郭文德上任了后，2015年1月份宣布成立廉政委员会，开始调查包括大巨蛋在内5个案件。2015年5月，台北市府长勘了后发现讲，大巨蛋有79个所在无按道来施工，以建筑法第58条下令停工。经过5年3个月了后，总算伫2020年8月复工，而且伫2022年5月宣布大巨蛋应小分润计算方式。不过，民众党议会党团表示遗憾，因认为重大公共工程无应该受政治的介入甲影响，发许可函的速度太过死蛇，严重侵害全民的权益。早就可以通过的决定，却拖了1年8个月。现在通过的标准跟1年前的标准一模一样，再显示内政部的消防审查让政治凌驾专业。选在内阁即将总辞的时候，那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另外，蒋万安嘛按算伫后礼拜去视察大巨蛋，实际了解情形，拟定更较完整的规划，而且照计划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今仔日进行过年加强战备，由空军第2联队大型操演，官兵赛换上2000枪场。那空军第2联队伫年度天龙操演表现优秀，伫团战抑个个人项目拢有出色的表现。那讲到陆军增加第564旅联兵营，是演练反机动作战，抑个上届新的无人机加入，大大增加战场当中情报收集的能力。CH-47运输直升机在红军突袭登陆高雄，进行机降作战。
陆军装甲第56师旅联兵3营接到命令，出动飞弹车、甲雷达车做清扫。另外，这届草野也佫投入上新的国造摩羯无人机。中科院研发的战术型近度无人机，摩羯无人机伫战场做清扫是真好用，作战范围4公里有30公里以上，会当飞去战场上前线侦查，掌握敌军的动态甲主力的位置，这时甲争主传转来。联兵营出动迫炮车、勇火战车、分爆架车做火力压制，最后佫派陆航超级目镜抓直升机，甲敌军扫获倒，顺利摕到目标。国军执行春节加强战备，陆军装甲第56师旅联兵营透过反机港作战做实战演训。在防空机上部分，通常我们都设定一个连级大小的兵力实施这个空中的突击或是着陆。有特别针对是说对岸哪一些单位嘛？驻防在哪一些单位？我们没有特地针对某一个单位或是某一个国家。在 UAV 的训练，在受训期间大概是2周的时间。那在以及结训之后回到部队，再利用操课时间持续在操课期间做训练。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12发布有8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负责捍卫北部领空的部队是新竹空军基地第2联队，用幻象2000做监控，跟哪架中国军机。与 F-16型机对抗的情况之下，是借由队员的良好作战的操作以及默契的配合，我们是全数将4架模拟的红军全部击杀。那我们的战损的部分的话，是被模拟击杀1架。因应即马紧张的台海情势，中国军机最近真接下过海角中线，出现伫北部空袭的频率增加。针对这点，空军表示会依次振奋本部，迎接旧历新年，嘛依次捍卫领空，让百姓会当安心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昨暗要对桃园飞新加坡的跨型 TR993航班，伫咧等待起飞时阵，所有旅客以随身揸的行动电源请引导回收，这机组人员赶紧甲火拍花。不过塔台是用安全做考量，认为这个航班暂时是袂使飞。运安会早起也派人去调查，甲这个导火烧的行动电源炸断去研究。就专家认为，讲这行动电源将有可能受到温度啊，抑个这机舱内面压力改变。造成这意外，不过这个有问题，不是在半空中，真有可能是电池本身品质上过歹啊。机舱内底规个拢是烟，有乘客强要制载袂调，甲片仔电咧。70案原本按算飞去新加坡国航 TR993的飞行机纸，因为客舱内底有旅客行动电源熊熊导火，机组人员赶紧提灭火器，甲火拍花，嘛通报桃园机场，飞行机要挖登来停机口。就突然间有烟，然后他就把它扔在地上，然后就起火，跟那个烟就过来，跟那些空姐、空服务员他们就快点拿 fire extinguisher 来喷火了。护航的服务员马上就很快的拿着那个灭火器就喷一喷，就灭了。因为灭火器喷一下去以后，会造成很多的烟，所以那个照片看起来比较烟多，可是那火就跟我们普通在家里烧金纸那个火差不多大。这个意外，地属回龙机顶有2个旅客，镜头轻度烧着伤，初步处理了后，唔免送病院。现在塔台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无允准回龙机起飞。国航安排回龙机顶拢总189个旅客替管，补助因大小甲车钱。运安会11早起派人去调查，嘛甲这粒已经烧到臭火大的行动电源炸转来。初步判定，这个意外并不是属于重大运输的事故。会将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新加坡运输事故调查局来参考。这个锂电池，行动人员看起来是合乎规定上飞机的，产品的一个瑕疵、不当的使用，或曾经遭受撞击，因为它可能曾经有掉落过。但是因为它是相关的合乎规定，所以我们并不会对旅客进行相关的一些采罚。民航局表示，经过调查，行动电源自本就禁止托运，100瓦以下的买当炸起的飞行机，这个旅客并无违规。专家分析，行动电源属于锂电池的产品，锂电池本来就会因为气压、温度，或者是若有讲到，就会变较无稳定。不过，这个事件发生在起飞进程，有可能是电池本身就有问题。不要把它摆到，比如说比较高温的地方，或是说有东西堆压的地方，或是我们很多很喜欢把所有的3C产品都摆在一起。那这些大概都是用锂电池，它实际上只要有一个有发生状况，它这个连锁就会反应。专家提醒，买锂电池都要认明有经济部票检局的标章，唔通买伤过便宜而且来源不明的产品。
若早出门的时阵唔通去讲着，嘛要避免过度充电，或者是甲电池完全用到无电。万一你电池若有变形的情形，就唔通阁使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生命宝贵，就算赔过较侪钱，囡仔也无多转来啊！伫高雄有一名23岁姓李的查甫囡仔呢，顶年伫咧麦当劳高雄一心店做临时工的时阵，半点钟内搬超过1栋的马铃薯条和马铃薯饼，因为伊人安尼一直出入入冷冻库，出来发生严重的脑出血，送病院急救，住院住4个月过，有关是救无转来。这死者的老爸老母认为麦当劳有疏失，要求赔偿1000多万。高雄地方法院认定这是职业灾害，判麦当劳要赔人472万。制货的马铃薯条分装才送到人客手中，也未钱进前爱放伫冷冻库。高雄一个23岁姓李的查甫人，去年伫麦当劳做假日工读生时，半点钟内底出入冷冻库真侪摆，搬完1点1栋的马铃薯条加马铃薯饼了后，脑出血送病院，住院4个月的了后死亡。法官依据高医的报告，认定麦当劳无监督，伫冷冻库工作应该穿着防寒的衫裤，7成疏失。而且查甫人无依照规定穿防寒的衫裤，也3成疏失。医生判麦当劳要赔472万外。认被害人于病发当日暴露冷热温差次数共48次，低温暴露时间约29分14秒。依其情形，认被害人之疾病为过负荷所致之职业相关疾病。对于劳工暴露于低温环境，应自备御寒衣物，并使劳工确实穿着，同时要保持干燥。台湾麦当劳回应表示真遗憾，并且就判决书内容建议无方便表示意见。因过医师提醒，出入冷冻库时，血管为了避免体温流失，会被接来收缩。无清好烧，强加血管塌掉咧，引发中风，也是向容死去。其他的冷冻程度业者也有家己有效做法。整个血管收缩的太快，那你一出去一进来，它可能还来不及反应，它血管还是一直持续在收缩的。获得摆放位置正确或是不凌乱都整齐的话，我们人进去里面拿的速度够快，我们也要减少在里面的作业时间。卡袂到零下10几度的环境，业者讲，除了以当机具搬物件，并且会伫顶面装暖气保护员工以外，也会缩短员工停留时间。上较重要是一定要求当人爱穿厚衫，莫要寒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推动热能，有真侪单位拢有伫咧储备顶按太阳能板，伫苗栗的北苗公有市场临时打区也安。不过这雨水来的时阵呢，这雨水就对这棚桥落来，即马市公所有先打铁片，或者打伤唔通阁压着雨啊。苗栗市公所响应绿色能源，伫苗栗市北苗公有零售市场的临时大头区改建的所在，加一大片太阳能板当作厝顶。要不若是拄着落雨天，大头伫太阳能板下面做生理，唔能爱踩雨伞，民众来买菜嘛爱穿雨衫，大家拢真有怨言。它会整坨雨一起下来，整坨水一起下来，所以客人有的时候进来雨伞放下来之后，然后就站在这里就。我们是心疼客人呐，会上面下大雨，底下下小雨，客人也会影响啊。尤其现在又年关到了，我们也好不容易，大家民众就是想说，像我们做生意，就短短这一个短期能够做一点，大家好过年这样，就搞成这样子啊。公所讲，原先大头区更加厝顶，因为是违建而且新旧啊。去年11月由太阳能的厂商出钱，甲厝顶改建成做太阳能板，并且讲每年17%卖电的收入来做租金，应增加市库收入。不过因为太阳能板中有芳，落雨天大概是真无方便。已经接到这大头的反应，有加建立了后，伫太阳能板下面来铺这个铁壳板。我们底下会加设一些做铁皮的浪板，把缝隙的部分整个处理掉，它就不会了。所以我们年后大概就会施工了。施工了以后呢，整个就不会漏水了。北苗市场伫1999年启用，室内单位150个，户外临时搭头的所在有10个。摆摊的人讲，因为改建的工程，人客变真少。公所讲，这阵工程也未验收，而且太阳能业者有讲，袂互搭头淋着雨，后续一定要求水沟拢袂漏水。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车站访问一个乌克兰，而且是去秘密访问，而且佫去到这个乌东的哈尔科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见着面，答应因会提供佫较侪军事援助，而且会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另外，伫各国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了后，美国也进一步表示，会互90至100名乌克兰官兵去到美国接受爱国者系统的操作训练。
伫碰西摩啊，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甲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看到手机的画面，一直讲过，贝尔伯克车载雄雄秘密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且伫顶礼拜德国承诺，要互乌克兰调七式的战车了后，搁一摆承诺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援助。伊去哈尔科夫嘛，正做头一个访问乌克兰东部的外国高层官员。Spiegelt die ganze Furchtbarkeit dieses brutal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es wider. Aber eben auch den ganzen Mut,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und damit die Hoffnung für die Ukraine auf ein Leben in Frieden. 库列巴除了感谢德国的援助，嘛搁一摆强调，毋通得到德国支援主战型的大型战车，表示若是拖垮着决定，会有搁较侪人无命。对此，贝尔伯克无正面的回应，只有表示德国会提供2000万的欧元，差不多代表6亿6000多万的费用处理败雷。另外，会搁提供2000万的欧元，互乌克兰民众会当使用新联服务上网络，卖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各国继续援助乌克兰之下，美国嘛进一步提供支援。要互差不多100名乌克兰士兵去美国接受爱国者防御系统的使用训练。That training for Ukrainian forces on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will begin as soon as next week at Fort Sill, Oklahoma. The training will prepare approximately 90 to 100 Ukrainian soldiers to operate, maintain, and sustain the defensive system over a training course expected to last several months. 来到表示，爱国者防御系统会当协助抵御弹道飞弹甲敌人的军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伫加入这个系统了后，会当提升，嘛会当互乌克兰民众更较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的继续攻击。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前总统川普入了后，有甲大量的机密文件走登去私人主体，都要去互抄掉。现任总统拜登即摆也逼讲，伊副总统入了后，有甲秘密文件走去私人办公室。这 CNN 报道表示，互找到机密文件有10份，内容是牵涉到乌克兰、伊朗和英国。拜登拜二的时阵，伊表示讲，进前唔知影办公室有一寡文件也无清楚内容，也已经向互国家档案馆咯。川伫网络顶头口说讲，联邦调查局应该去调查伊才是。美国政坛阁传出私藏文件的风波，总统拜登找到红标出讲，伫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私人智库办公室，找到正侪份伊做副总统期间的文件，其中有10份是机密文件，内容和乌克兰、伊朗和英国有关系，拢伫2013到2016年。But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 documents. My lawyers have not suggested I ask what documents they were. I'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hey'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o the archives. 拜登车集是否认伊进前就知影，强调已经主动行动去。但是这文件去年11月初2就互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迄当阵是美国其中选举进前，但是消息一直到这礼拜伊才公开。美国官员确认了后，若无经过许可，袂当家己甲政府的文件摕走。前总统川普伫去年8月，就因为家机密文件放伫私人的徛家，海鸥庄园，互联邦调查局 FBI 大动作来调查。但是川普讲这是司法部的政治迫害。共和党人嘛拢真反弹，今嘛拜登嘛传出文件争议是真危险。If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 president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at President Biden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ere will be no criminal prosecution. 美国司法部即马已经派检察官来调查，后壁嘛决定敢会开始全面的刑事调查。外国媒体分析，两个人状况无同。首先，伫拜登办公室发现的这文件数量无侪，而且是团队主动通知搁行动去。但是，川普摕走的文件是有几千份，其中红的足机密的有几百份。国家档案馆是真侪摆拢要求伊先转来，但是川普拢无积极来回应。对拜登的文件争议，川普搁发文甲口说，爱 FBI 嘛去查拜登的徛家，总议共和党的人是质疑讲，司法部和 FBI 是相同标准，拍算对拜登的文件问题另外审查。公司新闻7万0编译。讲到中国疫情当咧严重，煞解除封锁，互因的民众会当出国，所以即马真侪国家拢出咧等，特别针对着对中国来旅客有相关的防疫措施。毋过可能是中国面对外国对因的限制，即马开始掉卡断地，昨也是宣布讲毋发短期签证，互南韩抑个日本的民众。中国伫咧催责先后对南韩甲日本暂停批发短期签证。对南韩，中国讲这款措施会根据韩国取消对中国的技术性入境限制，再个做调整。 국제사회와 투명하게 관련 정보를 공유해왔고 중국 측과도 계속 소통해 오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또한 우리 정부는 이러한 입장을 외교 채널을 통해 중국 측에도 계속 전달하고 소통해 온 바 있습니다. 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官方并无说明理由甲暂停的期限，也无回应停发签证的做法。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 世卫组织欧洲区讲，每一个国家采取防护措施保护家己的国民是合理的代志。业者伫咧等自公开讲道分享出来资料，虽然中国伫这方面继续伫咧做，不过欧洲方面是需要国家详细定期一个当地变异毒株的资料。We share the current view of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ECDC) that the ongoing surge in China is not anticipated to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COVID-19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in the WHO European region at this time. For those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introducing precautionary travel measures at this time, we are calling for such to be rooted in science, to be proportionate and non-discriminatory. 法新社报道，疫情进前，中国去日本、韩国旅游的人数占所有外国旅客1/3，是上多。韩国真侪卖食业者认为中国旅客变多，所以这份传真侪了。 不过，当局对中国入境防疫的限制，可能让代志有变化。中国放弃清零政策了，感染数大量增加的时阵，开放国门，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真侪国家，拢针对中国采取入境的防疫限制。譬如讲，强制体检或者是要求阴性证明，体检若阳性就要隔离。航空方面是袂当增加特别的班机，也佫限制伫咧少数指定的机场降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法国政府伫拜二宣布年金改革计划，要甲目前62岁退休年龄延后到64岁，希望会当改善退休年金的财务状况。不过，这消息一出来，遂引起反弹。工会已经宣布后礼拜要罢工，左派甲右派也拢表态会尽全力来阻挡政府。就算有真侪反对的声音，法国政府初十也是宣布未来劳工退休的年岁会为62岁延到64岁，为2027年开始。 劳工爱做工课满43年，才会当领到专业的退休金。Car derrière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il y a la situation de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Un système juste, c'est permettre à ceux qui o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tôt de partir plus tôt. 法国政府原本按算退休的年岁延到65岁，不过受到工会强烈的反弹，因若妥协了后的64岁，工会真明显嘛不爱接受。Suite à l'annonce de la réforme gouvernementale.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se sont immédiatement réunies pour construire une réponse commune de mobilisation interprofessionnelle. Celle-ci prendra la forme d'une première journée de grève et de manifestation le 19 janvier 2023. 法国政府发年金的改革已经花足侪年啊，当地退休金的支出已经达到经济产出的14%，根本就趁袂富用。因若甲其他欧洲的国家来比，都要满67岁或者是68岁才当退休。法国目前62岁已经算低啊。马克宏2017年上台时阵，就将年金改革看作是重点政策。不过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冻点。而且伊强调讲，改革是一定爱做。 不过法国拄好拄着通货膨胀，物价大起，生活已经真歹过。这个时阵，搁要延后退休，是真要得到民众支持。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en parle et 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fait des réformes,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a dernière. En tout cas, je pense que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que le caractère de pénibilité et puis les carrières longues soient pris en compte en fait. On ne peut pas prendre en compte tous les métiers de la même façon en tout cas. 最新的民调显示，5%支持法国公民反对64岁退休。 改革法案也搁爱送国会来讨论，因若马克宏的政党目前伫国会无绝对多数，都要靠右派共和党的支持，才有可能会过关。左翼甲极右派的政党嘛已经表态反对。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这拄摕到美国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主角奖的这个亚洲女明星杨紫琼，初十佫摕到第80届金球奖最佳女演员奖。该做伙演出的关继伟也摕到男配角。今年是金球奖伫疫情过后头一届恢复实体典礼。Michelle Yeoh,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来到60岁杨紫琼，演艺事业是愈来愈好，也愈来愈旺。伫摕到好莱坞指标性的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演员奖了后，煞来提走金球奖。
妈妈的杜撰宇宙，可以入围真侪国际演艺奖项，连续摕下大奖，也为后续的奥斯卡这重量级大奖有先来铺路。 This is also for all the shoulders that I've stand on,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ho looks like me, and all who are going on this journey with me forward. So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us. Thank you. 到底演出的关节位也摕下最佳男配角奖。 I was raised to never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and to always remember who gave me my first opportunity. I am so happy to see Steven Spielberg here tonight. Steven, thank you. 大咖史皮博也回应当年演出《魔宫传奇》的关节位的感谢。史皮博伫这届金球奖上款真有收获，回顾伊的青春成长期甲电影事业启蒙的过程的法贝尔曼，带观众见证大规模传奇的诗篇，可以摕下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奖。另外，本届入围8项的伊尼舍林的女妖，独了赢到音乐戏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剧本。 主演的克林法洛也得到音乐类最佳男演员奖，戏剧类男演员奖是颁予《猫王艾维斯》的奥斯汀·巴特勒。而无参加这摆典礼的澳洲女明星凯特·布兰奇伊塔尔摕下戏剧类女演员奖。最佳外语片颁予阿根廷影片《阿根廷1985》。伫最低前深的金像奖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小茶鸭《皮诺丘》摕到最佳动画片。 这2年金球奖因为赔付的设置整作甲性骚扰争议不断。去年 NBC 拒绝宣布颁奖典礼，而《捍卫战士》独行侠入围最佳影片的汤姆·克鲁斯也因此退回3座奖座。本届典礼是疫情了后头一摆实体活动，包含今年摕下女配角奖的欧巴续集安琪拉·贝瑟真侪名星，也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具有80年历史的金球奖典礼。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精神德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去予调查局调查官吴正宏提告，故意违反著作权。今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林志坚出庭，强调家己无抄袭的动机，所以无认罪问题。吴正宏委托的律师是用论文做比对，主张林志坚抄袭的事实是明显的。也那国安局长陈明通昨日立法院也替林志坚发言哦。 您个人也认为是案吗？谢谢。这拄到车就防围的，面对媒体直直问，精神德市长林志坚无回答，发生论文争议甲打，伊第一摆出现伫法院，伫法庭内面，伊坚持无抄袭的动机，都无认罪的问题。国安局长陈明通前一天嘛伫立法院替伊发完案。 那个林志坚这个案子，很确定是一个冤案。捌因为论文风波，林志坚是开记者会，把论文的事实拢讲个清楚，引起调查官余正宏的不满，认为对方是咧错方向，为了捍卫清白，自首提告违反著作权，才要开庭，双方开始激烈的攻防。我们不认为台大学伦会的审定的报告有证据能力，理由是学术伦理。 对于抄袭的标准跟侵害著作权的标准并不一致，思想概念是抄袭，违反学术伦理，但是不侵害著作权。这场台大学伦会调查的结果是无证据力，林志坚的辩护律师搁登去批评余正宏无经过授权就引用民调，才是真正侵害著作权。甚至讲余正宏若提告，检察官根本就袂起诉。余正宏的律师团是反击讲，两个论文来比对，有33个所在会使讲完全拢相同，但是余正宏有引用注解，但是林志坚真侪所在拢无。 林志坚先生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他是受害人，他认为说自诉人操弄媒体，要试图影响新竹的选群。各位听起来不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吗？对，我们其实是他选举无端的受害者。那他现在倒果为因，当然也会对公务机关里面任职的余正煌产生一些压力。余正煌车10半暝传出第一面册发文，讲即嘛是党联合公司要甲攻击嘛，佮唱声讲家己袂阁较歹啊，要站倒来，互外界认为讲这和考绩有关系。对这新德市的调查站，即嘛是讲暂时无要回应，但是开庭开了，余正煌的律师团就甲北检加告林志坚加重诽谤。记者综合报道。
主计总处公布1月到11月实质经常性薪资是41345块，年减0.11%。迄是讲这薪水是伫咧负成长，而且是连续2年薪水拢是负成长啊。不过这通货膨胀压力是无减少，特别是这过年进前的物件拢会起关价，这菜色、果子、鸡肉等等，不论是大瓜或者是线卖拢变较贵，甚至一块鸡排若准是外省的价销，都爱到95块，平一个便当佫较贵。所有鸡排，真侪人拢真爱食。不过最近有网友普文反映讲，一块鸡排价销竟然爱到95块，真侪人骂讲一块鸡排竟然比便当还佫较贵，互民众感觉万行招起，都是薪水无起。通膨吃掉是一点啊，但是认真讲，光像我们自己连想存钱都不想存，根本买房买车也不用想。是有觉得薪水涨了，物价也跟着涨。来做鸡排业者发愿望，因讲目前全台湾门市的价销要是170块，网友讲的价销应该是外省平台价销。不过，毋但是鸡排价销传出起价，就连自助餐厅的业者嘛对物价大起感受是真深。以过年前这一段期间呢，是最辛苦的时候。往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这种说涨幅这么大的时候。即嘛新正特别高啊，嘛是民生需求的大月。根据农委会统计，过年前的2礼拜大卖价销，目前菜色是起46%，果子起6%，猪肉甲鸡肉嘛起1成以上，也那鸡卵的价销是起超过2成。11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去年1月份至11月份经常性的薪水是44371块，年增2.86%，创下22年来同期起上济。不过扣除消费者物价指数了后，去年1月到11月实质经常性的薪水是41345块，年减0.11%。受到 CPI 在111年3月开始，物价部分超过3，所以造成我们在111年从1到3月开始的实质经常性薪资的年增率的部分，才开始是呈现一个负成长的状况。经常性薪资跟 CPI 年增率的一个成长那今年都是会同步的比较往下。那去年11月份的制造业受到全球景气甲需求疲弱的影响，加工时数一个月减0.3点钟，年减2.7点钟。呈现连续5个月负成长，嘛引起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拍拼修法要来压制炒房，外界推测这边境地权条例修正案通过了后，厝价就受影响。调配处中人业者表示讲，最近大起价地区，亲像是新北土城站湾中卫区，也有桃园鼓山 A7 中卫区等等，对大家真明显。不过有房产专家也批评讲，这届修法是伫咧乱，因为拍炒房的时机、方向和对象拢唔对。若阵这厝价无达到有感觉。少年人有关是买袂起。立法院73读通过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通过5项重点阻止炒厝价。学者认为，厝价慢慢落来，不过后续关键是地方政府是法度落实执法。如果利益团体压力下来，然后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到时候就是没有去落实执行，造成这个法案徒有法令的名目而没有办法落实的根本的关键吧。外界有期法通过了后，厝价大跌动，学者讲地方建设无到位，也毋过计销是起甲真离谱，卖方会慢慢增加。卖厝业者讲，超起的所在，厝价恐惊会落一成，像是新北土城站环中卫区，即阵新厝一平60几万，未来恐惊落到一平54万。桃园 A7 中卫区每平30多万，有价落到27万。不过有专家认为，即摆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只是闹算的，因为拍到厝价无拍到地价。厝价落来也是有限，少年人也是买不起。已经降温了嘛，你去打它，也没有炒作的空间，你去打它嘛。我们应该是针对的是面粉，不是面包。这个房价高最主要的源头是来自于土地创新高。专家和政府平均地权条例已经匆匆3读修正通过，山内司法更加需要严密来修订，地方政府嘛要严格执法，厝价才袂愈拍愈悬。记者综合报道。澎湖新闻网去年9月换头家改名做一平新闻网，上线经营无到5个月时间，真侪员工伫昨暗收到这裁员通知，讲前50名同意的这个员工呢，公司会当提供大概6个月薪水当作是资遣费，因为目前还有200个员工。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也未收到这大量裁员的计划书，也继续关心，而且要求业者爱进行说明。
新聘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会在9月1号的时候加入新的公司，的确是完全独资。苹果新闻网伫去年8月底收单，甲所有员工自遣，由企业家潘吉贤成立一碰新闻网，聘请这个员工。不过营运到达无到5个月时间，真侪员工伫初十向收到裁员的通知。公司以符合市场需求、甲国际变化、组织架构需要改变为理由，提出合意离职等等的方案。将50个签署合意结束契约的人，会提供一届性离职的给付，金额差不多是半年的月给。这个消息互收到批的员工，大家是拢惊一跳。太突然了，而且真的蛮错的，就是完全是毫无预警的，然后也没有前兆这样。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规避一些法律问题，让非自愿离职的去抢这50个名额，其实真的很不合理啊，就基本上是。没有在善待员工。劳动部了解了后，强调这间公司的员工差不多有200多人，目前有甲台北市劳动局保持联络，确保员工的权益。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员工若是接受合意离职，大量公司头路的情形都未成立。有跟劳动局都有保持联络了。这家公司现在掌握是说，它员工人数有200多人。依照我们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啊，60天内会解雇超过1/4。或者是单日超过50个人的话，要提大量解雇计划书了。因为如果双方合意终止契约，法令上是没有禁止说不行。但是如果他这样子的操作，员工合意离职有50人，那个就没有不会进到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范畴里面。劳动局强调讲，目前还未收到大量改聘计划书，会持续来关注。嘛已经发公文做行政指导，要求说明，嘛要依法来处理。了后，若是还阁有劳资的争议，要是会当就相关调解程序来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消防局今日进行火灾抢救的演练，今年特别选伫 KTV 进行。消防局长表示讲，特别过年啊，真侪民众会来到5路场所，所以专工和业者合作，加强火灾应变和防灾知识。顾客酒醉发生争执，愤而点火引燃物品。就啉落一个无欢喜尔，独工放火。现场的火是烧甲真猛，救援人员到现场，赶紧把铁门撬开，入去内底抢救。参至少开口，部署水线进入抢救。消防水车、分推车就定位，消防员布水线拍火，引导民众避难，把受伤的人救出来，甚至有救援人员受伤，救出来了后先给治疗。消防人员合力将消防人员的装备脱除。加在这个火下，不是真正出代志，是台北市消防局举办灾害抢救演训。甲演过无共款，这个演习的场所特别经伫 KTV 来进行。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演练方式，让人员能够在防灾，或者是说在跟消防队的配合，能够默契能够更加的提升。新正都要到啊，亲像 KTV 等等的5路场所，一定会有侪人阵。相关的防护也有阴影，都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担心的是说，这个场所它2-3年来没有比较深入的演练或进行整备我们担心在消费的时候对于有一些的状况它本身的处置上面会松散，或者是说会忘记。强化甲业者的合作，在面对紧急的状态，就会当随时来应对，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甲旧车淘汰，环保署搁再推出新政策，只要是甲10年以上的乌多巴轿车、货车换掉，改买电动车，因为减少着这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会当补助15000块。若准甲这污染减量背后开发单位，这金额是会当搁再加倍。各种车辆伫路上行，排放空污嘛排放温室气体。为着要加速老旧车辆的汰换，环保署要扩大补助的对象，车龄达到10年以上的机车、小客货车、有大客货车，若讲换成电动或者是更较环保的车辆，因为减少空污甲温室气体排放，会当得到现金的抵扣。一部小客车太旧换电动汽车的话，那可以补助的金额大概有15000元。有个扩大奖励老旧的车辆对象超过1000万台，甲过去单纯由政府补助无同，环保署更较进一步媒合民众甲开发单位，民众上网登记，甲家己太旧换新的污染减量卖予开发单位，离空污的现金抵扣金额倍增，机车是2倍，柴油小客货车是3.5倍，柴油大货车佮游览车上悬是6.3倍。柴油车3万。
环保署的部分3万，不过我们这边要求的是收购的底价是19万。希望能够尽快的改善空污的这个情况，所以希望能够来刺激更多的这种汰换的一个工作。环保署去年已经推动民众甲老旧的机车汰换成电动机车，温室气体减量会当卖予开发单位来抵减，总共每盒18000外台，超过4万吨的温室气体减量。主要买单位是新竹科学园区。记者林长文公家报台北报道。105年开港的安溪轻便铁路今年会当通车，交通部会伫这礼拜六进行检验，若政府通过就发营运许可。新北市政府表示，希望并伫咧旧历过年进前会当来通车。工作人员伫安溪轻便铁路14场站附近继续施工。安溪轻便铁路已经伫去年14月11办理初勘，若要完成改善事项，报请着交通部搁再来会勘一改。一礼拜六会勘完成了后，若准改善事项有完成，就会当摕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啊。我是觉得很方便因为到安坑一下就到了。对，就是如果是住那边的话，来这边会很方便。它很麻烦，它不是要到大坪林吗？对啊，然后还要再换，然后上班的地方在蓝线，那这样多换2次，其实还不如搭公车可以站到。全长7公里半的安溪轻便铁路路线由安泰路起头，沿着安1路向北行，下过着国道3号甲中安大桥，引导了后向东设溪8站。甲新店14场地区相接，总共有9个车头，而且会当相接到大台北都会区捷运路网。通车了后，安溪地区到台北市的通车时间大概会当减少15分钟至20分钟。交通学者分析讲，安溪轻便铁路对在地交通，特别是有通勤需求有一定的帮助。不过也要思考讲，伫咧无人坐车的时段，需求量较低，这营运敢法度紧起来。尖峰时间过了以后，就没什么人了。捷运这个对，如果只是服务尖峰的时候。这个也需要考虑。旧历过年特别到啊，新北市政府是并讲通过交通部的会勘作业了后，希望伫咧过年进行通车，配合着安溪轻便铁路特别通车。新北市交通局规划附近有4条的接送公车路线。地方民代也呼吁讲，这安溪轻便铁路通车的时阵，这边仔U bike也应该爱装起嚟，通好来实行方便民众交通。记者综合报道。伫英国，这小本数的焚化厂拢是社区不必爱设施。嘉义县政府透过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方式，由政府出钱来起，再交予民间经营。而且，搁伫咧厂区内面呢，呼吁阿里山邮局，互焚化厂毋但小本数，也会当变做是生态运动，也有教育的空间。阿里山邮局种喺土内底，嘉义县乐草乡的本数焚化场，伫厂内永续宣传示范园区内底。配合家己大学，要来培育这个台湾原生种的食物。那又是我们的台湾的特有种、原生种，所以我们才会更积极的来富裕这一个部分，而且大量的推广出去给大家来种，就是希望，除了航局之外，嘉义也有一个未来或许也可以有一个能够媲美航局的这样的一个新兴产业。过去小本数的焚化场，拢是社区无希望化的设施。嘉义县政府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方式，结合政府甲民间企业，互焚化场毋但只是小本数，会当加做生态运动教育的空间。不但是焚化炉的一个主改已经完成了，甚至我们把荷包鱼还有附近的这些邮局都可以来在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来富裕。那可见这个民间参与我们的公共建设，真的是一个可行的路。这个园区它会具有多样性。从整个生态的保育，包括邮局的富裕，所以这样的空间未来不是邻避设施，这样的空间会跟乡亲的亲近性会非常的强。焚化场嘛，甲嘉义大学合作，利用阿里山邮局开发一寡产品。嘉义大学表示，目前厂内已经有种3分外，是本地保育面积上大的基地，希望未来会当丰富邮局的基因，提悬这个食物的生长，替嘉义增加新的农业产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去年有一只仙鹤伫台北市立动物园出世，落尾真侪民众甲伊投票号名叫做李鹤。李鹤的爸爸妈妈是2011年的时阵呢，对日本川路市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这川路市代表团今年也来到台湾，除了看李鹤以外，也和这个动物园进行保育交流。古水的仙鹤徛伫青金金的园区，头顶也无明显红红的特色。伊是伫台北市立动物园拄出世的仙鹤李鹤。
李好是由2011年为日本川路市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比格加基卡伫旧年生。川路市代表团今年也到台湾拜访，除了来看李好以外，也参动物园交流保育的经验。ビッグとキカをお送りした時から、いつの日か必ずヒナが誕生すると思ってて、10年待ち焦がれたその日が去年ニュースを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こうみんなでお祝いに来れて。本当に嬉しかったですね。动物园表示，无像中国罗西亚的仙鹤、北海道的仙鹤是无咧潜耍的。比格加基卡伫2011年来台，当初时是为着安排仙鹤伫日本以外的地区做野外保育，因强调亲像这款的国际合作保育计划是真重要。今年要不要继续繁殖？要不要再给比格跟 Kika 机会？以后长大以后，他要不要找婚配的对象？双方我们在后续的几天，我们就会针对这些议题做意见交换。动物园表示，这摆交流无限制伫仙鹤，也会针对侪当咧拄着保育问题的动物进行讨论。若物种适合伫上远的环境生活，也会讨论合作机会。记者郭明良随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